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上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呢？喺呢度我哋教大家點樣從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個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。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平台，為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。我哋喺呢個頁面攞一啲我哋排位成功嘅關鍵詞俾大家分享。Motorly Heat Pads。大家睇到呢度個數據係214萬，全球排名第一嘅係 Google Best Motorly Heat Pads， 係我哋公司嘅其中一個關聯產品。Motorly Heat Pads 係以升華行業裏邊一個滾筒轉移印花機。Google Pads 係我哋呢個產品嘅品牌。大家喺呢個頁面睇到，我哋個連接帶過嚟係從第三方 YouTube 呢個平台帶過嚟。我哋今日講嘅自然排位係從愛蓮提升到喺全球首位。我哋透過 YouTube 呢個平台大量去增加視頻。大家喺 Google 呢個頁面 Video 呢個頁面睇到，呢度個數據係276000。首頁我哋霸佔咗8個，有3個競價廣告。第二頁多咗好多競價廣告，但係我哋依然霸佔咗8個位置。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。第4頁我哋霸佔晒。去到第5頁我哋都係霸佔晒。喺呢個情況，大家可以睇到。喺呢個行業嘅朋友，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，佢要睇嘅視頻，大部分都係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大大提升咗我哋喺呢個行業裏邊嘅知名度。我哋今日講嘅係自然排位，係零成本嘅自然排位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從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